后来乡亲继续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强烈大陆冷气团发挥威力，气象局针对10个县市来发布着低温的特报。透早平地上低温伫苗栗只有9度半，台北市嘛来创下着今年入冬以来的上低温12度1。这个白云山庄是一大片冰封的世界。宜兰的太平山嘛来出现着树挂的美景，讲会一直赶到拜五，乡亲都爱唱好烧烧烧。煞白色的世界真浪漫，太平山雾凇，昨下晡5点外，温度来到0度，树起嘛出现雾凇，天气真寒，卫星云图嘛出现云层啊、楼梯同款的云机。云阶就代表冷空气正在经过这些地方，那因此今天台湾仍然持续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天气是比较偏冷的。今仔日透早上低温出现伫苗栗3湾9度2，所落来天气感觉会寒。今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清晨台湾各地的气温都明显偏低，反而还会持续影响到14号，也就是未来2天，到15号冷气团才会减弱。在新竹以北大部分的区域，高温仍然是不到12度或者只有12度附近。气象局嘛发布低温特报，今仔日到明仔载透早，基隆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县市、甘仔市的电雨真寒，而且是10度左右的低温。苗栗县、南投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市，还有金门县也是黄色电雨，恐惊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气象局嘛讲，拜五之前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望有机会落雪。按算拜6礼拜气温会略较低，不过是要提醒民众爱去伫穿雨小，避免去感着。